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妖鬼假细字”，这个意思是一个真妖塞人，一看到青草的，明明是真想要食，不过伊的态度却是表现了呢真客气，也就是讲表里不一。其实有时你若伤过客气，颠倒会让人感觉虚伪，不如就大大方方。依照星座专家研究，想法甲行为，互人三无的星座，第一是天秤座，这款星座的人为了要争取别人的好感，心内所想的甲表现出来行为，一般拢会差真济。第二是双子座，双子座的人头壳真好，不过因为伊个性变化多端，互伊的朋友真歹抓到伊的想法。第三是天蝎座，这款星座的人外表看起来真冷静，不管伊心内咧想啥物代志，拢袂遐简单就互人摇着。今日讲的俗语是“妖鬼假细字”。